癌症是台湾人10大死因当中的头名。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肺癌是死亡人数上侪的癌症。为着要降低癌症死亡率，国健署对今年开始扩大对象免费用公费做癌症的体检，希望会当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。癌症一直是国人10大死因的头名。根据卫福部统计，肺癌嘛连续21年是死亡人数上悬的。国健署对今年开始扩大免费体检对象，希望量早发现、量早治疗，会当减少死亡人数。今年又增加一个筛检的群组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族群的扩大，涵盖范围更大。那这样的一个成果当然不会是这样就我们就结束了哈。那当然我们最重要是达到想要2030年的癌症标准化的死亡率降低30%。总统热情伫北提出健康台湾的愿景，希望伫2030年将癌症的死亡率降低1/3。卫福部部长邱泰源嘛表示，有专家研究，透过体检计划做好体检，有果会当降低54%的肺癌死亡率。经过这3年的体检，有8成的患者拢是早期就发现。肺癌筛检开办3年多，已经找到了超过2500个肺癌的病例，其中83% 都是早期证明这个政策对于早期发现肺癌真的有效，那帮助大家远离肺癌的一个危机。国健署提醒民众，有食薰也是厝内有肺癌病史的人，拢是高风险族群，爱把握公费体检的资源，定期做检查，才有法度提早预防。记者陈心东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